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集。我是小张。今日咱来探讨一个问题：生病下面难语到底安怎写？陈世明讲是破病，但是伊敢有摕文献互你看？咱来看陈博士安怎讲。伊讲生病台语就是破病。伊阁甲你问：您清楚了吗？你的文献伫倒位？要避免是非甲麻烦，上好的方式就是甲文献摕出来。咱即马就来看陈博士安怎介绍这字破。伊讲破就是因为跋倒，皮肤去刺着石头，安尼就是破皮，所以就爱写这字破。陈博士，你头脑敢真正拢在笨数？敢一定爱甲石头有关系？敢一定爱甲跋倒有关系？安尼才是破皮。针要甲你拄着会破皮袂？蜡甲你刮着会破皮袂？猫仔甲你咬着会破皮袂？甲皮有关系的字有遮侪字啦，敢逐字你拢爱编一个故事？即马经这4字甲皮有关系，来甲大家做解说。这4字拢有皮声。你若伫读说文解字的时阵，看到中母无声，就代表这字是形声字。这4字拄好声符拢是皮这个字，这字会当读皮，嘛会当读皮。这个撇步中母无声的撇步，我是对这个时代的节目去学来的。用台语学汉字是一个真好的节目，听课文先生一字一字豆豆仔讲，一步一脚印。虽然毋敢讲每一字拢正确，但是拢有文献会使参考。像这款的节目，咱就爱甲支持。咱即马就来看文献。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，这是一个真好用的网站。我伫先秦两汉内底甲查破病这2字，结果煞讲句。你会想讲是毋是迄个时阵还阁无破这个字？查看卖就知，同款是先秦两汉，这字破出现3000几摆。有这字，但是无摕来读，无摕来用，表示这字破一定毋是正字，正字一定另有其字。咱来看发病的第一个文献。这篇文章伫汉书内底，你看大怒之气。发病死。第2篇的文献伫《史记》内底，伊讲怀王恐，过来伊就发病啊，过无偌久就亡生啊。这个所在的恐表示真紧张、真惊吓的意思。刷落来，咱继续来看汉书内底的文献。第3篇写羿自伤，发病而死。第4篇写忧恐发病死，咱来做一下整理。大怒之气，恐，羿自伤，忧恐，亲像拢是有发生啥物代志，心理因素也是重大的变故，忽然间就发病啊！这种的发病拢真严重，因为无偌久就阿弥陀佛去啊。可能是我看到的这几篇拢安尼。若是发病有其他的用法，则请你指教。我感觉讲发这个字甲破实在相差伤远，所以讲我感觉发应该毋是本字。刷落来，咱来看另外一个可能性，是毋是弊病还是疲病呢？咱来看这个文献，伫先秦两汉内底出现16摆。这个文献是汉书内底，伊写将军年老，弊病还是疲病？这个音会使读疲，嘛会使读弊，拢会使。过来，咱来看这字的意思。大部分的意思，咱拢清楚嘛了解。这3个咱较少看的，我已经替你查遍啊，写伫遮。有闲，你才甲看卖。所有的意思拢伫遮，
实在想无安怎会使读破。7看8看，才去互我看到即个线索。只是将伊的批甲将手的批，汉书甲咱讲，即两字会使通用。所以我的想法真单纯，我就来查看卖，即字安怎读。正文讲破假册，即字读拍，是毋是有可能拍病？读久来走精义，变破病，是毋是安尼呢？这就亲像咱第一集伫讲的，三肉就是赤肉，但是即马真侪人拢读做赤肉，因为因已经走精义啊。赤肉就是红肉的意思，甲肥甲瘦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这就是我咧讲的第一个可能性。拍病读做破病，因为年久未深，走音去啊。继续来讲即字拍，公文甲正文的意思，开啊，拍开是同义连词，写作安尼，音甲意思拢正确，文献伫遮互你看。这正是同义连词正讲的用法。若有人无了解，我搁来解说一遍。用按即字来讲，这意思拢伫空虚字典内底查会到。每一个意思，每一个解说，拢会使变成一个同义连词。你甲看卖，安静、安宁、安定、平安，这正是同义连词正讲的用法。千万毋通去学单说明迄套，会去互人笑。啊，你即马会讲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拍开都毋是安尼写，人单朴书偌高教咧。咱来看单朴书安怎讲。伊讲拍等于打，所以打开等于拍开。单朴书永远袂互咱失望。搁一摆证明伊的头壳拢咧第本数。来看文献，拍甲打确实是同义连词，所以你要写拍打，我无意见。但是即两字拢是结业，甲头门拍开，敢有需要甲攻击？啊，你是要用精的，还是要用弄的，还是要用骹去踢，还是要甲开枪？你毋着讲互清楚。拍开写作安尼，免攻击，嘛免起骹动手，是毋是搁较有意义呢？将手的即字批，嘛会使读作破。讲到即字破，我就去想到我毋捌字的阿嬷。阿嬷是民国前4年出世的人，我甲伊足亲。我的闽南语就是拢甲伊学的。以前读国民学校的时阵，要去上课，若拄着落雨天，我就穿雨满。阿嬷会甲我吩咐，伊讲：仁诶，你若去到学校，即领雨满，你着找一个所在甲破咧，水甲滴互干。所以伫我印象当中，即个字嘛会使读作破。另外一个会使参考的，就是卡拉 OK。七郎我无熟悉，即条歌我嘛毋捌听过，但是伊用即字来讲破练。卡拉 OK 的歌有一个特色，字无一定是正字，意思嘛无一定正确，但是音爱准。音若准，歌才唱会落调，人客才会欢喜，才会心息。所以即字确实会使读作破，但是声调也阁是甲破无共款。即马来讲第二个可能性，破病无好读，所以加重音变破病。破病是毋是安尼来呢？即马咱知影讲即字手字边的批会使读作拍。过来，咱来看即句话。先看上尾一句，气破月。即个所在你想的是毋是甲我共款？即个字是毋是直接做破来使用？若是安尼，伊的读音是毋是就读破？咱来看文献，破会使读作破，嘛会使读作批。嘛会使读作白，但是咱读的破的即个读音，伫文献内底说找无，是毋是有可能破
将招的这字破，照将手的这字劈的破音加一个重音，怎啊变咱即摆知影的破的这个音？那安尼，咱搁转来读第一句，撕破线也，是毋是就足顺的？这就是第三个可能性。来讲结论，第一，将招的破一定是本字，根本就无文献。但朴树即摆面是毋是真正呢？第二，发病虽然有文献，但是音实在差伤济。第三，批病也是弊病有文献。第四，将伊甲将手的批两字会使通用，汉书内底写的。第五，将手的批音拍病破病音真相像，年久月深是毋是音走音面呢？这是第一个可能性。第六，拍开共义连词音正确，意思嘛正确，阁有文献，毋免攻击。第七，破是咱台湾民间的读音，加重音了后就是破病，这是第二个可能性。第八，起破月破直接做破使用，破病是毋是安尼来的呢？顶头这三个可能性，你感觉哪一个较合理？请你给我意见。我毋是权威，嘛毋是专家。若讲了重大，还是讲了无好势，请你给我指教。今日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。你若有更较好的意见，嘛欢迎你给我指教。谢谢，拜拜。